昨晚总统政见会，三人拢针对最近发生的学校安全问题来发表意见。大清地这边今仔是搁再召开记者会，讲要加强现有的辅导系统。也国民党是批评讲，大清地对即马政策根本就无了解。另外是侯友宜今仔是甲宋楚瑜徛做伙，替候选人来徛台，嘛搁再强调反废死的立场。 最近校园挂暗管案引起民众真大的不满。12月28总统政见发表会顶头，哪力病赢候选人拢提出校安政策。侯友宜主张应该爱重新审视少年事件处理法，而且甲刑事处分的年岁降低。民进党赖清德是提出未来应该爱积极落实社会安全网2.0，修改学生辅导法。也若郭文德毋但是声明爱10秒钟，也认为讲爱建立社会安全网通报机制，预防应该爱比治疗更加惊大声。怎么去？ 建立一个预防重于治疗的机制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，要跨越非常多的部会，也需要民间的协助。例如，日本在2000年的少年法里面特别有修订，可以使受刑事处分的年龄从16岁以上降到14岁。我们的社会安全网2.0，也就是要普及预防、及早介入，也要修改学生辅导法。 让学生能够及早了解心理咨商。赖清德竞选总部早起也开记者会，佮讲落实校园安全5大努力的方向，爱强化现有的辅导体系。不过赖清德画出强化社会安全网2.0，互民众批评讲行政院伫个2021年就已经推动，应该是3.0才对。 竟然连社会安全网1.0、2.0这些名词都搞不清楚，这样子的执政党到底可以带给国家什么样的未来？ 我们应该要全面的来杜绝校园霸凌跟校园的暴力，给予足够的经费跟人力来协助教育的现场。总统大选大车拼，侯友宜早起甲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为家囝徛台，互人认为讲是国民党甲亲民党联手要挺侯友宜。也若侯友宜也强调伊反对废除死刑的立场。我反对废死，民进党用人权符合国际的趋势。 不断的来说，他们反废死，结果自然有比较好吗？没有吧。侯友宜强调讲，若准执政会展现气魄，对乌金、枪甲毒品会全力来扫获清气，绝对袂当甲犯罪徛共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